小杨子，你今天杀了俩鬼子以后就没有缴获点别的什么吗？比如鬼子的配枪什么的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小杨子，你还敢骗我？好吧，这都是从鬼子身上搜来的，不过你可不能全拿走了。这手表也是我给你攒的老婆本，到时候给你讨个婆娘。滚蛋！老子讨婆娘用你攒钱，还有讨什么婆娘这么贵？娶刘亦菲也用不到这么多钱吧？10几块大洋呢？别呀爹，这可是你媳妇啊！滚一边去！老子的媳妇儿自己想办法。这块白色手表领导也不好戴，就留着给你未来媳妇吧。好嘞爹。哦对了，你脖子上那块玉也别丢了，知道吗？爹，这玉哪来的？你娘给你的。我娘留给我的，还是个观音像，这不是观音送子吗？刻了李字，难道我娘姓李？连长，现在连里已经招到200多人了，可目前最大的坏消息就是粮食不够，听说鬼子都把粮食收罗到城里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李阳，你干啥去？找吃的去，要怎么混进敌营呢？这时2个醉醺醺的鬼子路过，李阳顿时有了主意。太君，要花姑年的不要？你的，快递带路。好嘞。你在看什么？嗨，你是什么人？报告少尉，我是运输兵，来这里运输物资的。有戏，正好我这边缺少一个运输兵，你帮我运输一点物资到北边的阳城区。嗨，我正愁怎么运东西出去呢，现在这鬼子送上门来了。自己去搬物资，搬完以后记得叫我。哟呵，全是武器弹药，咋的？钱都不吃饭是吧？不过没关系，没有我可以自己搬。920步兵炮，9297迫击炮，92是重机枪，还是武器粮食交替着搬吧。游戏，你很不错，上车吧。有了鬼子少尉，通过门口守卫是轻松通过。这顺利的就像小说剧情一样，太不真实了。这一次粮食又能吃上很久了，决定了，从明天开始我要吃白面，还是干的那种。老刘，之前银子说今早他遇到过杨子，说杨子去找吃的，就往村外跑了，应该是听说了城里有粮食的事情。这个混小子，不是说粮食的问题我会解决的吗？他肯定是进城去了。这小子我就知道，犟得很，天天嚷嚷要吃白面。老刘，你别着急，兴许杨子是去别的地方了呢，让战士们再好好找一找。不对，他肯定是去城里了。那可麻烦了，城里有大批鬼子呢，我马上联系城里的同志帮忙寻找。连长，指导员李阳回来了，就在村口。回来了。祖宗，你是我祖宗，这东西可不经砸呀。刘连长让人把东西都搬下车，什么38大开、轻机枪都有。我的个亲娘嘞，这一堆零件是啥玩意儿？我咋感觉像一门炮？自信点，把像去掉，这就是步兵炮，还是2门。乖儿子，好样的。爹，你知道你这叫啥不？你这叫见钱眼开。滚一边去！你个小兔崽子就知道吃，不知道多带点武器回来吗？可我进城就是去找粮食的，我要武器干嘛？不能吃不能喝，还死沉死沉的。连长，统计出来了，步枪8支，38大概50条，轻机枪有10挺，重机枪4挺，迫击炮4门，920步兵炮2门。这么多武器，团部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不会给咱的，这可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。同志们，抗战8年，现在已经是第7个年头，再坚持，还有1年我们就胜利了。大白天打什么瞌睡？连长，李阳偷回的武器统计出来了，步枪8支，38大概50条，轻机枪有10挺，重机枪4挺，迫击炮4门，920步兵炮2门。这么多武器，团部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不会给咱的，这可怎么办？爹，交就交呗，就是记得把我的白面留下就行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这么多好东西，我多心痛啊！哎呀爹，这缴获上交也是有讲究的。有啥讲究？爹，咱连现在满打满算就200人吧，所以咱的目标首先就是人手一把枪。我们的优势是行军速度和山地战，咱把轻武器都留下，比如轻机枪。至于那些重机枪、步兵炮死沉的，交上去也没事。哦，这样一来呢，最值钱的咱全交了，团长还能有什么可说的？指导员是个聪明人，一下子就听懂了李阳的意思，甚至他还觉得以后缴获上交的时候都可以问问李阳，这样不用吃亏还不会挨批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还是读书好啊！读书以后脑子都灵光了不少。走，扛一袋白面，爹给你做牛肉面吃。真的，爹你可不准反悔，我可是立功了。报告团长，3连有事需要汇报。又来要物资吗？现在团部都没物资，我上哪给你们找去？烦死了！放着吧。
你咋还杵着？赶紧回去吧！要是补给到了，我会派人通知3连的。团长，我们连长不是要补给的，是缴获了好东西要上交。什么？缴获了好东西要上交？别的部队天天找我要东西，3连现在居然说有好东西要给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政委写的啥？奶奶的，2门92式步兵炮，4挺92式重机枪，还有4挺歪把子和4门迫击炮，这3连长不会骗老子吧？小王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们3连哪来这么多重武器？是李阳去了一趟城里，从鬼子的军火库里偷出来的。从鬼子军火库里偷的？不行，政委，我得亲自去一趟3连。行，那你早去早回。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靠，这才几点？7点不到就拉着起来搞什么早读？困死了，睡觉睡觉。哪个狗日的这么吵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杨子，你也在呢？团长好，我听你爹说昨晚你去鬼子城里偷了点东西，是这样吗？读书人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？我去找吃的，顺便搞了点枪炮。走，让我也看看咱们杨子都收了些什么好东西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可是好东西呀！不是说还有步兵炮吗？怎么没看见？在那呢，还没组装起来。要是组装起来不好运输，到时候你拉回去还要重新拆卸呢。好东西呀，李阳，你真是好样的，我给你记一功。果然，团长直接中招，一看见这些玩意就乐得找不着北。都是好东西啊，杨子你辛苦了，没别的了吧？还有一些步枪啥的，3连准备留着自己用。不过迫击炮能不能给2门？3连想组建一个炮兵排，不行，都得带走。你一个连还想组建一个炮兵排，那我一个团是不是要组建一个炮兵营啊？团长，这都是我们缴获的，好歹给我们留点吧。一团长思考再三，决定给3连留下1门迫击炮，剩下的全都拉到团部去。团长要不要留下来吃饭？这3连肯定还想分好处，不能给他们机会。不用了，我明天要感冒，我得早点回家了。老刘啊，咱这次发了，团长要是知道还有7、8挺轻机枪被我们扣下了，肯定会骂娘，但绝对没脸找咱要。谁说不是呢？以后我们3连绝对就是一团的主力。我靠，牛逼！这嘴脸，狗看了都摇头。以后还是不要和他们说话，以免被骗。爹，还好这次来的是团长，不是政委，不然你们肯定忽悠不过去。谁说不是呢？不过等团长回去反应过来也迟了。团长，这3连交上来的怎么全是重武器，没有一点轻武器吗？有啊，那不是还有4挺歪把子吗？我说的是步枪，我就不信3连一把步枪都没有。哎呀，坏了，让他俩给坑了，光顾着重武器，忘记了轻武器，他们肯定还缴获了不少轻武器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们去。你现在去干嘛？人家把最好的东西都交上来了，你还想全给拿了？那以后下面的连队还能有积极性吗？可那也不能。行了，3连肯定留了东西，但好东西肯定都在这，你还有没有点一团之长的风度？要多向我学习。可步兵炮的炮弹太少，打几次就没了，而且咱团还没人会使这玩意儿。咱现在需要的恰恰是轻武器，要这些东西作用不大。奶奶的，别拦着我，我要去找那俩龟孙儿。别生气了，咱和3连一样，把鸡肋又值钱的都交上去，有用的都留下。旅长来了也没法说咱们。不愧是你。爹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会摆弄那什么迫击炮？是啊，爹，咋了？你也想学吗？咱现在不是有了1门迫击炮吗？可连里压根没人会使。我想着，既然你会使，那这门炮就交给你吧。你当班长，带俩战士，顺便教会他们打炮，你看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不是一直想当干部吗？现在当班长了，咋还不开心呢？我是想当干部，但班长是不是小了点？给我个排长不行吗？你丫的官也还挺大，要不要老子这个连长也让给你当？行啊，爹，我这算是子承父业。惊个屁！让你当连长，老子干什么？爹，这迫击炮是有技术的，你懂抛物线吗？你懂函数吗？啥抛物线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可是我忙着呢，没空教他们。跪下！爹这辈子没求过人，你这班长不当也得当。爹，有你这样求人的吗？怎么了，老刘？那小子不答应？答应了。那你咋还这么闷闷不乐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是我求着他当班长的，不然这小子还不想干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们父子俩呀？赶紧的吧，给他找几个脑袋灵光的，然后眼神要好的。太晚了，我怕那个小兔崽子忘了这茬，真不干了。行吧，这个事交给我。
这就是你们炮兵班的人了，剩下的你自个儿处理，务必要在半个月以内出战斗令哦。这是连里交代给你的任务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们的班长李阳，现在你们都是我的兵了，现在听我命令，所有人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报告长官，我叫宋小嘎。刘波、刘海、刘邦，是不是还有龙傲天？我在这，班长你认识我？好了，今天的第一个训练，负重跑，2个弹药手，双倍负重。李阳，虽然你是班长，但你也不能忽悠我们啊！我们是来学打炮的，不是来跑步的。咋咋呼呼什么呀？你懂打炮还是我懂？你以为老子愿意来教你们啊？要不是我爹逼着我来，我才不愿意搭理你们呢。爱跑跑，不跑拉倒。刘海等人没办法，只能扛着负重在村里一圈接着一圈的跑。到了下午，本以为还能休息一会儿，结果李阳又让他们扛着炮跑步去后山，一群人差点撂挑子不干，但是想到能当炮兵，他们还是忍住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摆弄迫击炮可是个技术活，科学的操作方法没有个1-2年，你们估计是学不会了。先教你们一种你们能听得懂的。那个大眼，把鞋子给我脱下来。班长，俺不叫大眼，俺叫……废什么话呢？你眼睛那么大，不叫大眼叫什么？赶紧把鞋给我脱下来。宋小嘎一脸无奈，但还是把鞋子脱了下来。行了行了，一只鞋就行。看着这上面的刻度没有？我知道你们不懂，不过没关系，知道哪个刻度对应多少距离就行了。今天就先说到这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你们听懂了没有？算了，先这样吧，今天讲累了。现在你们继续给我回去负重训练，绕着村子跑20圈。啊，还要跑？废什么话，赶紧跑！班长你干啥去？废话，累了一天了，老子当然是休息去了，不然还能跟你们一样到处跑啊？班长你凭啥不训练？废话，我是班长，规矩是我定的，苦活儿累活儿我还能让自己干。东南方向300米，1号目标准备，仰角35度，调试完毕，投弹准备。打中了，班长。乐什么乐？让你打正中间，结果你的炮弹都快滚外面去了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继续练吧。老刘啊，杨子教的不错啊，现在居然都能打炮了。别夸了，再夸下去他肯定又惹事儿。哈哈哈，老刘，你嘴上虽然这样说，可心里美着呢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呀？连长、指导员，团部紧急命令。所有人跟我走。同志们，日军最近已经对山西地区增兵好几万，此刻正朝着我根据地袭来。上级命令我们拦住敌人3000多人的兵力，阻止其向西南方向进犯。3连长，派你去阻击日军一个将近800人的日军大队，你有没有困难？一个大队的鬼子，整个一团绑在一起都不一定是对手，更何况3连只有1个连。就在刘连长犹豫时，然后就看见李阳在朝着自己挤眼睛，还指着迫击炮弹。报告团长，能不能多给我们一些迫击炮炮弹？好，我就匀一部分炮弹给你们，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们连一定要死死的盯在那里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死守下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